人民万岁！人民的领袖韩国瑜，韩国瑜我第一个去找他，北龙把他搞掉，我跑到他北龙去。所以你支持他出来代表国民党选总统？代表国民党，老百姓支持他，民意，人民万岁！人民的领袖韩国瑜，还是国民党养他的吗？岂有此理！怪不得不让我们来看。下大雨，我们第一个支持韩国瑜。韩国瑜还去高雄，还有部队。谁上没上架？谁上架？我这一上这样，马英九上这样。什么开放？党员不能打倒过来吗？岂有此理！怎么不要这样？要叫天下高了天下，糟糕天下。